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嗯。老公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咱们明天再那个，你先睡吧啊，乖。请问是你大姨妈来看你了吗？我想她下个星期才会来看我。那就只有先让我来看看你了。baby， 咱睡吧。哎呦我天，熬夜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肝脾胃肾的，真的。咱别跟那生命过不去啊！明天太阳依然会照常升起，明天律师也会照常生气。baby， 但凡有日出，就会有新的男人出现。晚安吧 ，good night。哎呀，真是躺着说话不腰疼。那你为什么非要吊死在启明峰这棵树上？启明峰。上帝保佑，上帝保佑，上帝保佑！太好了！你打鸡血了你，起那么老早？哎呦，今天有特别重要的约会，必须要全副武装好。再说了，早睡早起，那才能生出我的优质宝宝来。种子都还没播。